火水今日唔俾條路我行，我亦都唔會俾條路佢行。我喺呢個飛沙風中轉入邊咧，係做一個酒家入邊嘅一個老細。阿小春個角色啊，火腩咧係一個天才小廚師嚟。入黑幫佢係為咗要煮餸，入去嘅時候佢懵懵懂懂都唔知做乜嘅。有我火水嘅地盤，就有你火腩嘅雞竇，好冇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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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你可以講話佢有少少被逼去做黑社會，因為佢幼年成長嘅時候，眼見好多黑社會嚟收保護費啊，咁變咗小春就由細個開始覺得啊，我唯一保護自己方法，我都係要入黑社會啦。佢以前就依賴個黑幫，依賴到咁上下，佢開始發展咗自己嘅事業出嚟。好啦，而家個幫會有事啦，要你出嚟為義氣去做一啲嘢，你又願唔願意做咧？當你揸住幾億，邊個搞我？我喺戲入邊，我其實我覺得角色係比較教育意義啊！我覺得自己，因為真係入呢個咁嘅世界係永遠係冇一個好處咁啊！現時文大樓港台全部俾差佬拉晒啊！咁咪要同佢立咪可以到8歲咯？葉璇佢係一個風騷老闆娘咁咯，都幾鹹濕下㗎，成日大庭廣眾啊，又啜啜啊，又摸摸啊，嗨嗨咁咯。咁但係通常都係佢嗨我，佢摸我多啲嘅，我冇摸佢，冇嗨過佢。但係導演要求你，係咯。幾羨慕阿葉璇嘅，因為我自己都好想同阿陳小春有啲親熱戲嘅。咪有啲唔抵咧嚇，是但啦，拍係咁嘅咯。